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。7月14號星期二，有留意財經消息、有睇財經報章嘅朋友呢，過去呢幾日呢都會見到一個重磅嘅新上市新聞啦。講緊呢係中國嘅平價時裝 Shein 呢，終於係落實登陸香港啦，而且呢好快有機會呢喺短期內甚至可能快到喺7月呢就可以完成成個上市計劃。事實上，過去呢2年呢個 Shein 上市呢都可以話一波三折㗎。由最初話去美國，跟住舊年開始就話去英國上市，到最後原來最終落實嘅地方呢係香港嘅新股市場。事實上，如果大家翻查翻成個 Shein 嘅上市故仔呢，就幾乎係全球地緣政治點樣改寫資本市場一個最好嘅教材。我哋翻查翻喺2024年 Shein 計劃去紐約上市之後，1年轉戰到倫敦，而家又失敗。時隔1年啦，中證監終於放行，但係條件呢只有一個，就係只能夠嚟香港上市。表面上大家當然會歡迎啦，香港終於迎嚟一隻咧全球知名喺歐美咧都大量人會購買嘅 Shein， 一個國際知名嘅品牌 IPO。但係如果將成件事串連起嚟呢，你會發現一個更加值得探討嘅問題，就係究竟香港係重返國際金融中心啊，定係專門接收其他人唔要嘅上市項目呢？我形容唔單止係執二攤啊，更甚係執三攤添。其實大家睇翻 Shein 上市最大嘅變化呢，唔單止係上市嘅地點，而係估值。如果大家翻查翻喺2022年，當時 Shein 可以話真係一紙風行啊！佢同 Temu 呢可以話係橫掃成個美國、歐洲市場。當時最高峰嘅估值係1000億美元。到23年啦，重新再融資，當時已經跌到660億美元。到24年開始，25年又去到美國，25年話去倫敦上市呢，估值已經跌到大約500億啦，即係比2022年呢係減少咗一半。到最近而家喺 IPO 香港真正落實掛牌呢，有股東建議甚至個估值可能係低到300億美元，而最終呢，可能大概介乎300到400億美元嘅估值，即係比2022年嘅高峰呢係蒸發咗60%。如果以今日真係可以最終落實400億美元上市，即使比起市場最悲觀嘅300億美元，仍然都稍高一啲，但仍然比起2022年當時嘅估值呢係大跌㗎。所以香港迎嚟嘅唔係再係嗰間呢最炙手可熱嘅新經濟明星股，而係一間呢經歷咗估值重估、商業模式受到巨大挑戰嘅公司。大家留意Shein 點解會係一直冇辦法完成喺英國或者美國上市呢？其實好多人以為係英國唔要 Shein， 其實事實上咧實情並唔係咁㗎。真正嘅問題係咧，中國一直都冇批准。我哋翻查翻舊年嘅情況，喺美國上市，因為 SEC 咧要求成個 Shein 重新審查咧一個新疆供應鏈，甚至國會亦都係要求 Shein 調查咧呢個勞工嘅問題，所以最終咧 Shein 冇辦法喺美國成功掛牌。好啦，到英國啦，英國大家知啦，過去1年2025年咧。英國嘅新股市場咧，可以話真係大幅下跌，甚至跌出全球20大。所以 Shein 當時話要去倫敦上市咧，其實係受到英國政府財相李允晴非常之熱烈歡迎㗎。咁最終咧係倫敦嘅 FCA， 即係呢個倫敦英國嘅金融行為監管局咧，係批准咗呢個 Shein 上市啦。所以最終咧就唔係英國拒絕，英國其實係打開咗呢個歡迎嘅大門，甚至無視咧美國提出呢啲勞工新疆強迫勞動呢啲問題，而係咧其實係中國唔同意。原因其實好簡單㗎。Shein 近年咧，大家留意一直都好努力話去中國化，包括咧 Shein 嘅總部唔係喺北京，唔係喺廣東。甚至唔喺香港，佢嘅總部喺新加坡。其實同過去呢個 Manus 做一個新加坡嘅洗白咧，可以話係如出一轍㗎。而嗰啲 Shein 咧，亦都強調自己係一間
全球嘅公司 Global Company， 海外收入接近100%，全部衫都係賣去歐美市場。中國本身佢冇零售嘅業務，咁更加咧呢個 Shein 係希望以國際企業嘅品牌去海外上市。但係個問題係，成個 Shein 嘅供應鏈呢，其實完全喺中國，而內地嘅監管部門呢，亦都越嚟越重視企業唔能夠一方面享受呢個中國嘅供應鏈，一方面又做呢啲所謂新加坡嘅洗白，刻意淡化自己中國嘅身份。所以最近我哋見到咧，呢個 Shein 嘅創辦人許仰天咧，突然間高調翻去廣東，宣布投資100億人民幣，又公開表示啦，Shein 嘅每一步成長都離唔開中國。當時好多人都唔明白㗎，而家由呢個上市嘅步伐，大家知道啦，呢個只不過係一場公關 show 啦，係只係重新話俾北京聽咧，自己係認祖歸宗。只要重新證明自己係同中國製造業緊密連結咧，中證監先至有機會咧係批准呢個 Shein 上市。如果喺歐美嘅朋友或者會話Shein 唔係好受歡迎咩？其實經常會見到，特別係後生嘅朋友咧，都會喺 Shein 買啲好平價嘅時裝，基本上真係平得可能係幾磅嘅價錢已經買到一件恤衫或者 T 恤。咁喺英國嚟講咧，基本上都平到不可思議噶啦。咁所以如果係一個咁受歡迎嘅品牌，甚至講到話去到法國巴黎呢個時裝嘅熱門嘅地方要開設門店啦，咁呢個 Shein 嘅估值點解呢幾年跌得咁緊要呢？當然冇錯啦，原因又係呢個特朗普喺舊年佢上台之後發起嘅關稅戰。關稅對 Shein 嚟講唔係最大嘅殺傷力，最大殺傷力咧係嚟自佢取消呢個小額包裹嘅免稅優惠。大家知道過去咧喺$800以下嘅包裹運去美國咧，係幾乎可以直接寄入去當地㗎，完全咧係可以豁免呢個俾稅嘅情況。所以呢個 Shein 同埋 Temu 咧都用咗呢個即係走捷徑嘅方式啦，取巧嘅方式啦，將呢啲訂單咧打到零稅，直接寄俾消費者。咁你諗下，你喺 Shein 點會買到$800嘅衫呢？咁所以變成咗咧，就呢啲消費者可以係豁免稅項，直接將商品咧係寄到美國。咁但係而家呢個$800嘅免稅優惠咧，完全取消咗啦，意味住Shein嘅成本增加、清關嘅費用增加、運費增加、時間亦都拖長，成個對消費者嚟講咧，變成咗嗰個體驗咧就已經差好遠啦。因此市場重新調低咧，成個 Shein嘅估值咧，其實係好合理㗎。而我形容喺呢個 IPO 前夕，Shein突然間咧係公布上市前會易帥。而家嘅現任執行主席唐偉咧，將會喺上市前咧係退居幕後，卸任主席，轉任高級顧問。我形容呢個就係 IPO 最後一塊拼圖啦。因為呢個突然咁嘅人事調動咧，大家都會覺得好耐人尋味，係咪權鬥呢？係咪自己失勢呢？但係如果大家將我頭先講過去3年 Shein 嘅上市時間表串連起嚟呢，其實今次呢個人事嘅調動呢，更加似係成個 IPO 策略完成之後嘅一個自然交棒，甚至反映呢個 Shein 正式進入另一個階段。因為呢個唐偉本身呢，佢加入3年前加入 Shein 呢，佢從來都唔係擅長做呢啲經營賣時裝或者係供應鏈方面有咩特長，而佢本身呢係一個投資銀行出身嘅高層。包括擔任呢個貝爾斯登嘅亞洲主管啦，美銀嘅高層、私募基金嘅高級管理層，更重要係佢活躍喺中美嘅商界，既認識華爾街，亦都同呢個華府政界非常相熟。據路透報道啦，呢個唐偉佢正係前紅杉中國創辦人咧沈南鵬介紹加入 Shein 㗎。
原因其實都一字咁淺啦，因為佢要當時SHEIN最大嘅挑戰呢，唔係點樣做生意啊，基本上平價時裝可以話係橫掃咗全球。佢最重要嘅係點樣說服美國容許呢個SHEIN可以到當地上市，所以佢當時最重要做嘅就係同 SEC 美國證監會溝通，接觸美國嘅政界。咁但係事實上到最後咧，呢啲關於新疆供應鏈強迫勞動嘅質疑咧，結果令到 SHEIN 係冇辦法喺美國成功上市，於是佢將個戰場咧轉移到英國。咁事實上喺倫敦嘅上市游說咧係做得好成功㗎。頭先我都講啦，李運晴咧幾乎係真係打開雙手咧，係歡迎呢個 SHEIN 到倫敦上市。咁但係到最後點解失敗呢？正如頭先講呢，就係因為係中國唔批准呢個 SHEIN 到倫敦上市。咁而家喺呢個 SHEIN 喺香港掛牌嘅前夕咧，呢個人事調動其實已經反映咗咧。喺香港 IPO 根本唔需要唐偉呢啲人呢，專門再去游說西方政府啦，反而需要呢係創辦人出嚟直接面對投資者。因此呢，路透已經指出啦，創辦人許仰天呢將會親自主持成個香港 IPO 嘅路演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十分重要嘅信號呢，反映咗唐偉呢可以話係功成身退。到最後啦，講到 SHEIN 喺香港上市一個咁國際知名嘅品牌，對成個香港資本市場近呢幾個月啦，可以話特別係6月份呢，深受呢個恒指表現信息嘅困擾啦，對成個資本市場無疑係一件好事。大型 IPO 可以增加成交，提升呢個品牌嘅效應，亦都有助鞏固啦香港作為亞洲融資中心嘅地位。但係如果正如頭先不斷強調將時間線拉長咧，其實呢個交易更加反映一個值得深思嘅問題。香港近年嘅 IPO 復甦啊，到底有幾多係嚟自本身吸引力提升，又有幾多係因為全球地緣政治咧改變咗一啲企業嘅選項呢？如果香港吸引全球最優秀嘅企業主動嚟上市，咁當然就係國際金融中心嘅實力表現。但係如果更多呢啲企業係本來係計劃喺紐約、倫敦上市，但係最終失敗之後先轉嚟到香港，香港受惠嘅同時呢，亦都意味住成個角色呢係正係改變。當然SHEIN上市唔係執到寶，但係亦都唔係話爛茶渣啦。SHEIN本身仍然係有一定嘅國際實力。咁但係同喺3年前、4年前嗰個估值高峰比較呢，其實都已經反映咗，因為美國呢啲關稅貿易政策嘅改變呢，已經嚴重損害到SHEIN嗰個國際競爭力。而更加情況而家係反映到咧，喺今日全球資本市場嘅一個新秩序之下咧，企業唔一定係靠高估值去一個最高估值嘅市場，而係去咧政治風險最低、監管咧可以預期嘅地方。事實上有統計亦都發現咧，過去呢一年香港新上市嘅 IPO 公司咧，幾乎有一半咧，最終都係跌破招股價㗎。咁呢個都反映咗呢啲新上市公司嘅質素。佢哋成功集資到啦，攞到錢啦，抽到水啦。但係接貨嘅投資者到底背後有賺到錢嘅人係有幾多呢？真係有幾多公司係有實力嘅呢？而講到最後，香港未來嘅挑戰唔係能唔能夠再執呢啲執二攤、執三攤，而係咧係咪能夠重新成為全球企業第一個選擇，而唔係最後一個選擇。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分享嘅內容。未大嘅朋友可以 like 同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我哋聽日再會。